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12日，希伯来书3章14节安尼讲：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分伫基督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甲基督有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阿里法，阁是欧米伽，现在伫地，早伫地，将来伫地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你对创世以来就知影阮，你对阮还未出世之前就认捌阮，就是连阮的头毛，你也拢算了了。因为阮拢是属于你，我要深深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阮伫世间充满了苦难甲艰苦，常常也伫困难中找无出路，有时也得要失去望，总是你互阮知，阮若持守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是用信心来行头前的路。就阮要甲基督有份，基督就要成做阮的信心甲望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逐时拢持守咱起头所亲信的，坚固到落尾，咱都要有份伫基督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